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澳門體育週報 Facebook 專頁嘅體週論壇節目。咁今個月我哋講啲咩，同埋請啲咩嘉賓嚟呢？首先我介紹下嘉賓先，我哋請到咧就係公務人員體育會會長葛萬金先生。大家好。咁啊，隔離嗰位大家都熟悉㗎，就係最賢同心協會副理事長高岸峰先生嘅。咁啊，兩位上嚟講咩咧？嗱，我哋又講下體育啊，又講下時事啊，又講下文化啦。今日咧就講晒啦，有文化啦，又有體育啦。咁啊，先講文化嘅。文化係乜嘢咧？相信大家咧都知道，我哋有大三巴啦，有金光大道啦。而家政府提出一個新嘅嘢嘅，提出啲乜嘢咧？提出一個叫做國際嘅綜合旅遊文化區。呢個旅遊文化區咧就做緊諮詢嘅。咁啊，呢個諮詢咧，其實諮詢咧已經開始咗啦，就係今年嘅11月13號咧，至到2025年12月26號嘅。咁啊，呢個咁諮詢啲乜咧？我哋咧將會有3個場館嘅，第一個叫澳門國博文化館、澳門國際表演藝術中心、國際當代美術館。咁呢3個館都非常之大啊，真係大到點樣咧？嗱，呢個博文化館咧就8至10萬嘅平方尺啊，平方米。咁啊，全澳最大嘅啊，中西交流故事講下。咁啊，呢個國際表演藝術中心咁咧就有，亦都係5點幾至6點幾嘅6萬5千幾平方米，即係60幾萬尺噶咯，就大佬係各類演藝啊，靈活多樣嘅。咁啊，國際當代美術館梗係嘅美術㗎，唔知係咪好似巴黎咁嘅？好似咧就亦都係3萬幾嘅，係連接全球嘅藝術網絡同埋孵化青年藝術家澳門。好啦，咁究竟呢個選址喺邊度咧？一睇就知啦。咁呢個選址咧就喺我哋旅遊塔東側嘅沿海地段，同埋你會睇到呢度就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對岸咧就係將會填嘅新城 C 區呢度。咁呢度咧就會有2個館嘅。就係當代美術館同埋係國際表演藝術中心，而對面咧就係澳門嘅國博文化館，即係文化館啦。咁啊選址都好嘅喎，咁啊選址一陣間我哋再傾選址嘅問題。咁啊選址喺呢度，咁啊究竟點解建呢樣嘢咧？點解做呢個？根據咧個諮詢同埋文化局嘅所講，文化局局長所講咧，首先我覺得係中西文化文明交流嘅窗口啦。當然核心嘅任務就經濟適度多元化啦。咁啊目標就係咩咧？新平台，咁啊對國家嚟講構建2個打造一個基地，目標嘅承載新平台。第二就係發展一個新引擎啊！哇，我啲 engine 犀利啊！立足文化產業，打造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新引擎。咁啊第3個非常好啦，而家個個都話失業，咁啊就業新嘅機會，創造覆蓋多領域多層次嘅就業新機會。最後一樣嘢就變成一個文化新地標，面向多維嘅需求。打造內涵豐富嘅文化新地標，哇，非常之好啊！呢個咁嘅目標好宏大，非常之好。咁啊有冇難題咧？有喎。咁邊個投資邊個？我哋一陣間再傾啊。咁啊當然咧，佢亦都俾到好多方法嘅。咁政府話咁邊個投資唔使驚啊？有啊，我哋有好多有政府主導，所謂 GL、BOT、OT 啊建設啊、營運移交啊，我哋一陣間又傾下，好唔好啊？好。咁啊最後咧，第2個難題，喂，點樣持續活落去先？點生存咧？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咁我哋一陣間就話好。首先我哋睇睇先咧，好唔好啊？嗱，我哋先睇睇，同2位傾傾啦。究竟呢個選址同埋起呢樣嘢個目標 O 唔 OK 咧？高 Sir，唔好咁講。同大家談話好開心啦，嚟到呢一個場館地，同大家一齊傾下呢個話題。我諗就呢個大嘅方向咧，我諗其實我哋睇翻澳門近年咧，其實真係可能回歸後啊，即係相對比較少一啲可能藝術啊文化比較大型嘅場館咧，係真係少嘅。可能起一啲基建啊，無論喺起橋啊，或者係起一啲其他嘅，譬如話中葡綜合體啊呢啲多，但係呢一類場館真係少啦。咁所以我諗好澳門嘅一啲文化界好，或者係大家都覺得好啊，其實起呢一類嘅嘢咧，我諗個方向上面亦都啱，亦都配合翻可能經濟適度多元啦。譬如話我哋一啲嘅場館要發展一啲新嘅產業，特別係文化藝術產業，真係需要一啲新嘅場地。但係好啦，咁我諗大家都有個疑問啊，就哇原來一次過咧，俾個咁龐大同埋咁宏偉嘅 plan 咧。我哋澳門食唔食得落咧？嗱，食唔食得落？頭先阿方 Sir 都提過啦，包括可能資金嘅問題啦，嗱地方咁啊，依家好好啦，揾咗啲好靚嘅地方啦，但係又回歸翻諗翻下，其實睇翻我哋整體嘅城市規劃咧，本來呢2個地方咧，又好似唔係完全咧一模一樣係做呢2個功能嘅嘢。係啊，嗱，選址啦，你覺得點啦？郭 Sir 你話，喂，好靚喎呢2個地段，嗱，根據佢講咧，喺呢個側邊咧有個美麗嘅海景喎。
兩個地段隔海相望，你眼望我眼，同埋歷史城區相近，形成資源部隊。呢度氹仔，仲有佢將文化嘅設施由澳門半島延伸到氹仔，聯動路氹現有嘅旅遊資源喎。咁啊，其實喺之前都諗過其他地方嘅，好似話諗過咧就係 A 區啦，又諗過氹仔海洋世界嗰度啦，亦都諗過賽馬會前地啦。咁啊，最後咧就係選翻呢兩個地方。你覺得正話所講呢三嚿大嘢擺喺呢度，交通啊、便利啊、其他各方面。方 Sir 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哋擺咗一個好宏偉嘅未來嘅發展藍圖喺呢個地方度。咁首先咧，我哋係要分析下，如果擺咗呢兩個地方之中咧，咁我哋面對咩困難先？咁啊，第一樣就可能係交通啦，因為咧而家你睇咧旁邊就有一條大橋喺度嘅，啊呢條大橋可能就係西灣大橋或者係加勒比大橋咁樣，啊呢條橋喺度。咁如果你話兩邊都搞盛事活動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交通方面第一樣嘢就係一個幾大嘅障礙嘅。我哋變到平時而家我哋響路氹有演唱會咧，基本上開場時間、散場時間咧，西灣大橋都塞晒嘅。咁如果你話轉去友誼橋啊，或者係其他澳門大橋咧，可以嘅，但係路程比較遠啲，同埋習慣性咧，可能大家都向嗰邊走。咁所以咧，我哋建一啲大型嘅場館咧，首先我哋要做一啲分析研究，你究竟啲場館係用嚟做咩用途？頭先我見到方生講咧，第一個場館咧超過10萬平方米嘅。係啊，呢個平方米10萬平方米咧，你大致上可以用到幾萬人喎。呢個好大啊！幾萬人嘅喎。好大啊！係咪啊？咁另外嗰兩個咧都有5萬幾平方米到6萬平方米，咁呢啲我諗相信都4、5萬人都應該可以裝得落嘅。尤其是啲大型嘅表演中心場館。嗱喺呢方面咧，我就覺得咧交通一定要做好先，交通一定要做好，因為其他隔離咧喺氹仔區嗰度咧係應該有民居嘅。我哋澳門嗰方面咧，亦都係喺個樽頸位嚟嘅。如果你話樽頸位嗰度有盛事嘅時候咧，我哋見到而家放煙花，我哋喺呢個西環湖嗰邊咧都大塞車嘅。咁所以交通做唔好咧，呢度就有問題㗎啦。喂，會唔會有一個構思咧？係海底隧道5條整條。其實我頭先都想艇仔遊，艇仔，好似我哋灣仔嚟喎。艇仔遊就有好有唔好。艇仔遊啊，因為你疏導唔到人群嘅。因為你始終你係靠船開對開咁嘅情況咧，其實係你裝得幾多人咧咁樣？我哋見到而家我哋有啲環島遊嗰啲咧，都係300-200嘅啫。咁如果你話有幾萬人要散場咧，你坐船就大件事啦。即係都係分分鐘。我諗作為一種觀光旅遊咧，譬如話突然間諗翻呢兩個點咧，我突然間叮一聲諗起悉尼歌劇院啲人係點睇咧？佢係想係咁做嘅，悉尼歌劇院。我覺得佢選址有問題，因為點解咧？其實好浪費啲資源，因為點解咧？而家我哋喺呢兩個館 C 館嗰度，新城 C 區嗰邊咧，其實我哋有幅好靚嘅地就係海洋世界嗰度。呢個海洋世界咧，之前上屆政府咧就已經有好多藍圖喺度，當然而家今屆政府唔用啦。咁但係呢幅地而家暫時都係空置嘅。咁我哋氹仔區其實有條件發展一啲咩咧？文化藝術同埋體育。因為點解咧？我哋呢個海洋世界呢幅地咧，我相信比而家呢個兩個場館仲要大嘅。咁如果你話喺嗰度連埋一齊咧，我覺得喺交通啊、控制其他節目方面啊，或者係人手調配咧，比較係有個實效性喺度。喂，佢都諗過嘅喎。海洋世界就嗰個湖仔啦。咁而賽馬嗰度其實都好大嘅。賽馬嗰度反而有另外一個用途，因為點解咧？其實賽馬嗰度應該連埋奧林匹克運動場同埋呢個體育游泳館。咁然後將佢做一個體育嘅區域。咁呢個比較咧，反而仲係慳翻一啲資源，同埋可以將佢連貫性做埋一齊。咁如果你話氹仔區喺呢方面做到呢兩樣嘢咧，咁其實將來氹仔區嘅發展咧，我相信比澳門更加要好。但係大家都留意到，其實澳門而家填海區咧，差唔多填到7、7、8、8嘅。而家唯有係旅遊塔對出個地方。如果你舊城區基本上唔使諗噶啦。你話如果去發展路氹咧，我覺得潛力仲大。你話到時做一個喺嗰個海洋世界嗰度做個漁人，做個碼頭。到時有其他船隻嚟到呢度嘅，可以卸咗啲客落嚟參觀其他嘅景點，或者係一啲叫大場館嘅表演咧。嗱，呢個比較方便，咁你就可以解決咗一部分嘅問題。咁另外就係話，如果有海底隧道啊，或者有輕軌其他方面咧，呢個咧更加便利。因為其實咁大個場館，我相信容納嘅人數咧都係3-5萬以上。我覺得其實成個問題咧唔能夠分開單獨去睇，係一個個場館起到好唔好，或者係做呢一樣嘢好唔好。即係正如阿郭 Sir 提到。交通一個方面之餘咧，甚至係其實一個整體嘅城市嘅規劃。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面對一個城市，我哋有總規，但係我哋好多地方嘅長規未出。甚至可能依家突然間諗起，哇，好似做呢樣嘢好喎。咁要諗清楚，譬如話我哋依家 C 區頭先講交通，你睇翻其實依家 C 區咧喺呢一刻
其實係冇任何連接白紙一張嘅，唔係啊，直頭冇連接啊，冇連接佢孤島嚟嘅。其實你將來係咪真係本身規劃會起一兩個連接路？咁如果係連接路咧，變相佢係單向嘅。你睇翻嗱，佢一定要可能經舊橋或者西環橋入去，然後特登又要去翻個連接路，個連接路嗰度先入到去嘅。咁另外咧，嗱呢條係西環橋啦。係不過西環橋如果呢兩個做到嘅時候，咁西環橋你一定要整駁橋駁橋落嚟。佢依家咧原本就喺氹仔嗰度有條引橋嘅，呢個細下面呢個細係啦，係啦。但係你要經過嚟呢邊，係啦，無論行邊邊你都係要咁嘅。係咯。咁所以其實喺呢個位置咧，落過咗橋，你仲要喺呢度咁樣嚟呢度喎。應該講話呢個地塊嘅使用咧，其實無論係咪做呢啲藝術或者文化嘅館咧，其實佢都係要解決嗰個問題。交通嘅問題。曾經有個方案咧，就係講緊我哋研究緊嗰個第五橋。第五橋就應該咧當時就係想走翻第一條橋嘅側邊嗰度行，即係知啦，中間嗰條交流庇係啦。咁你將來個第五橋係咪可以貫穿埋入去嗰個區域度落腳咧？嗱，呢度係啦，到時好似咁一個分叉一個就入去 C 區，一個就去 D 區，一個就落翻氹仔啦。咁係咪可能就會通得到咧？所以我諗呢個交通問題咧，真係要諗清楚。因為即係其實就話，換言之話，我哋起呢個嘅時候咧，要同步起埋啲交通嘅配套個網絡先得啦。唔係個古仔就會同 A 區一樣咯。其實你大型嘅體育場地，你好似香港啟德體育園，佢已經有晒交通配套。係你如果冇交通配套，你擺喺呢度就簡直係一個荒島。你點去咧？你點散場嘅時候點咗啲人點走咧？即係而家好似變到珠海嗰個蚌殼咁嗰日月貝嗰度，同埋你嘅前提係有4萬嘅活動。坦白講，係咪將來都好容易會有一個4萬人嘅活動能夠落到去咧？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政府嘅宏願咧就好大，起3個場館。其實我哋都要睇。你話如果做文化、做體育或者做演唱會其他方面，我哋將來係能唔能夠做到啲咁大型嘅？係咪啊？我哋上屆政府都好有宏願，喺上葡京對面整幅空地，就開頭話5萬人嘅。咁我哋見到咧，整過咁多次咧，其實冇一次超過2萬。最多係2萬度嘅啫，係。咁你好嗱，呢個我哋一家先傾。我哋選址呢樣咧，其實大家即係話咁樣睇法呢兩個雖然佢呢個所講嘅嘢都非常之好漂亮好成喎。我驚你望海係你眼望我眼，走唔到出去嗰陣時咁慘嗰陣時。隔海對望咁啊，似乎就喺個交通，即係我喺呢度睇完呢個文化館之後，想過去演藝館，過去睇下其他嘢嘅時候，我就真係要諗兜大圈㗎，兜大圈你唔係容易㗎，講真。你可能將來有啲其他交通系統喺度都唔出奇，例如海底隧道或者輕軌嘅接駁線或者其他分閘。但係你做諮詢嘅時候，應該要好清楚話俾市民聽，或者俾專家聽。其實我係有一套完整計劃，我要點樣去活化呢3個區域？如果唔係你就咁抌3樣嘢出嚟，哇！你要做文化做體育，喂，佢其他嘅嘢咧，你可以裝幾多人啊？你預計投資幾多啊？喂，呢全部都係張白紙嚟喎，你咁諮詢點諮詢啊？好嗱，而家首先選址咧就唔係唔好。即係大家兩位都話，我都覺得好靚喎，真係。特別上面澳門區嗰個係最好嘅。其實呢個地段好，因為我今日咧又去到，其實嗰個區嘅隔離咧，依家咧佢已經係做咗一個臨時嘅球場。其實咧依家嗰個區域嘅沿岸咧係好靚嘅，佢將來咧諗住能夠接通晒成個澳門。當時城規有個叫做城市嘅綠廊啊。其實佢應該咧，佢都有個意願，就係將個沿岸都係打造成一個休閒啊、文化旅遊啊嗰個方面嘅。咁呢一個可能其中一個配套。但係正如頭先郭 Sir 睇啦，C 區嗰個咧，可能喺依家呢個時候個條件係咪好成熟去放一個全新嘅一個關於可能當代藝術啊表演喺呢個區域，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咧。可能真係有更多嘅諗法咯。上面嗰個地方如果能夠依家坦白講嗰度泊車嘅啫，冇乜嘢搞嘅。其實佢亦都有一定嘅計劃，所以可能嗰一個係成熟啲嘅。咁但係呢一個 C 區嘅，我自己覺得就係可能要無論喺交通嘅配套啊、城規入邊都可能要做一個考慮。好啦，第二個問題啦，點解要建呢4大目標？你覺得吻唔吻合而家我哋嘅發展方向咧？我諗目標上係好清楚嘅。一個新平台，呢個目標係咪真係好咩咧？首先就係開放就構成2個打造一個基地，即係話好有中西文明嘅交流窗口。呢個係咪可以做到咧？
我哋澳門唔係冇基礎嘅，其實可能過去喺一啲文化藝術啊，我哋嘅藝術展啊、音樂展啊，過去都係有一啲無論係中樂啊、西樂啊、各國嘅都有嚟我哋做表演嘅。我哋唔係零基礎，但係坦白講，係咪真係能夠成為咗一個去到所謂叫經濟適度多元嗰個層次咧？能唔能夠真係透過將來我有呢個咁靚嘅場館，我哋真係可以去做好咧？嗱，我哋睇翻最近嘅香港其實近年喺西九嗰度都做咗一個類似嘅。佢哋係搞得有聲有色嘅，但係坦白講喺經營上面或者係喺成體上面都唔係咁簡單嘅。我諗我哋澳門依家如果要做呢件事嘅話咧，唔係純粹係講緊我哋嘅硬體問題，可能係我哋嘅軟體，我哋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未來嘅經濟計劃啊，甚至係我哋點樣將呢樣嘢唔係純粹引擎，唔係掟錢入去，我哋係希望將來有產出呢個方面咧，真係要落多啲功夫，要不然就好難處理。新平台係重要嘅，新引擎我未見到，新地標起到出嚟嘅，新機會我哋幾時都有嘅。我又覺得有啲嘢咧就當然啦，我哋而家國家有一啲政策，咁亦都寄望我哋澳門特區咧能夠真係做到產業多元，因為就唔好淨係話靠博彩業。咁但係要做一啲其他多元嘅產業咧，同埋有經濟嘅效益、有稅收咧，其實唔係短時間可以做到，因為有邊啲可以話即係有消費啊、有剩嗰啲唔係咁容易。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要做咧，呢個未來嘅願景係乜嘢咧？我相信係大灣區入邊好多嘅表演機會都可能落腳嚟澳門咧，咁就可以支撐到呢幾個區嘅發展。如果單靠澳門咧，其實就我哋一陣間又睇睇點樣引客啊！我哋先睇睇個邊個嚟投資先，邊個嚟經營先。我諗嗱，因為冇咩，究竟而家我哋起嘅係公益性啊，定係經濟效益咧？投資就一定我相信係政府㗎啦。如果你而家呢投資而家其他人同你佢亦都佢有9種嘅息嘅，你覺得邊個息啊？首先係政府主導嘅，首先係私人開發。你揾咩私人開發先？你揾博企啊，因為點嘅情況？揾人建設，即係好似啲三文一寶咁建設營運，先再交翻俾我哋。咁有咩着數咧？真係我唔知道。真係營運啊，或者係叫做擁有冚唪唥呢啲 BO 建設擁有，即係合資嗱。其實就話。合資啊，多方啊，亦話係，我哋係點樣？咁其實咁多樣嘢咧，好啦，其實我哋就咁多嘢，對我哋大眾市民都唔知咩嚟，我哋唔係投資專家，啱唔啱啊？咁究竟就話，如果經常嚟講，計正澳門而家搞呢啲嘢嚟講，我哋啲文化又好，體育又好，邊個認識咧？嗱。我自己表達咗少少意見先啊，因為而家暫時你嗰個所謂叫諮詢藍圖啦，或者諮詢方案咧，冇講呢幾個場館嘅建築費有幾大。係。咁如果你話10億8億，你係要人揞咗佢嘅，唔難嘅。啊，博企都會同你接。但係我相信，我諗唔係10億8億。我相信而家睇法咧，我哋淨係連峰嗰個市民公園第一期都要13點幾億。我諗係50億個。咁我相信而家起呢啲場館咧，唔少過50億一個。咁我哋要起到咁喎。係啊，所以你話啲大工程嚟㗎。起到咁樣喎。喂，起到好似雪梨歌劇院咁樣，你話唔超過100億？起到咁樣啊！呢3個，我諗加埋晒100億先，即係要可能超過100億。100億我相信都唔止啊，因為仲要有交通配套，你其他方面純建築費可能都要超過100億。我相信你話如果揾人嚟揞咧，私人公司或者點情況咧，除咗國內一啲大型企業佢肯嚟做之外咧，我喺澳門我暫時見唔到有邊間企業有咁嘅實力去做呢啲嘢，因為大家都要知道，我要投資有成本，我要有收益，你點計條數先？啱唔啱啊？邊個會同你踩落去第一腳先？如果你話冇人咧俾私人企業幫佢競投嘅點情況，我相信除咗外國公司或者係國內公司嚟支持澳門特區發展咧，可能會有啲機會。如果本地公司咧，我相信除咗博企，要6間聯手先有得諗喎。如果一間佢都唔會做呢啲咁嘅嘢，我話俾你聽唔怕，因為有啲公司而家嘅盈利真係唔太多。係嘛？你話甚至呢啲場館咧，博企有部分佢哋都係有類似嘅場館。係啦，冇錯啦，仲會有衝突添。你做咗呢啲場館，我嗰啲咁嘅入邊啲 arena 啊，嗰啲咁嘅即係 multi-function 嘅venue，佢點搞咧？冇地方去㗎咯喎！嗰陣時咪同競爭，係咪先啊？咁你政府如果做主導嘅時候，好啦，你俾咗錢，做咗場館出嚟，邊個經營啊？係啦，政府經營咧，我可以話俾你聽，蝕硬。我諗成本太貴。講到呢度咧，我可以分享少少咧。我早前去呢個香港嘅嗰個
依家啟德個主場館啊。咁啊，其實嗰個啟德主場仲有一個好大嘅場地之餘咧，其實佢周邊咧亦都有起好幾個一啲類似體育場。佢個模式係點咧？佢當時咧都係因為一個好大嘅投資嘅，都係100億嘅嘢嚟。300億係啦，咁然後佢成個區係用咗300億。咁政府當時亦都真係冇可能揾到一個公司肯嘅，咁其實都係靠政府嘅出資嘅。咁但係佢亦都知道搞呢啲嘢咧，要市場化，如果唔市場化咧，其實咧就肯定就冇得做嘅。咁當時咧，香港政府嘅做法就係透過咬牙切齒，投資落去啦，起好之後咧，佢揾咗一間營運公司，係同佢做咗一個方式，就係嗰間營運公司用佢嘅方式去營運呢嚿嘢嘅時候咧，睇嚟依家暫時咧又都見到有啲眉目喎。所以我諗呢一個吸取過嘅經驗啦，如果真係要做嘅，無論係依家講1嚿、2嚿定3嚿咧，其實完全嘅政府主導，我非常同意郭 Sir 睇咧係。完全嘅政府主導咧，無論喺錢問題或者效益問題咧，我哋睇到都係好大嘅狀況。但係你話完全揾到私人嚟投資咧，或者揾私人嚟參與，甚至揾一間好嘅營運公司都唔簡單，因為其實呢啲嘢都係一個難題嚟啊！有啲好多地方其實都係特別搞文化嘅嘢咧，齋文化係咪就好容易賺錢咧？嗱，即係除非你好高端，你整個博物館真係可能100-200億都搞唔掂。投資咧咁啊，可能就係話真係政府投資揾人營運。營運都要自負盈虧嘅喎，可能就係可能又會有一筆係先導基金擺咗喺度，咁跟住咧就係你自己負責啦。咁呢啲咁嘅情況同西九差唔多，西九差唔多。但係咧，其實而家喺澳門做一啲咁嘅場館嘅營運咧，如果你唔係專業嘅團隊，你唔係有好強嘅國際化關係咧，其實你引到啲乜嘢人入啲場館做表演咧？嗱，呢個好大問題，因為點解咧？你要收錢噶嘛，觀眾入場要俾飛噶嘛，俾錢噶嘛。如果你話冇觀眾嚟睇，我驚我玩得幾年就拜拜。呢個先係最大問題，你冇收入，你點樣可以？咩可以政府負責？因為根據一啲即係資料搜集或者資料嚟講咧，如果你想生存下去咧，一個經營一個館嘅成功要素咧，就有呢幾樣嘢嘅。咁我哋有冇嗱？就話個藝術嘅節目、清晰嘅藝術願景同埋定位，究竟而家我哋3個館定位係乜嘢咧？好啦，第二有個營運嘅管理個專業同埋熱情喎，仲要熱情。商業化就可以嘅。團隊，如果你擺公務員咧，我覺得有啲障礙嘅，因為始終打工就做36唔做36。當然而家公務員都優化咗嘅，咁但係同商業機構嘅團隊係兩種唔同嘅 system 嚟嘅。仲有財務管理嘅多元化嘅收入喎，究竟淨係咁啊？然之後觀眾嘅拓展啦，嗱而家個問題咧就出現啦。嗱呢個我又覺得個客源喎，即係正話嚟講。大家都睇到啦。如果我哋係，譬如如果我哋有3個館啊嘛，係嘛？我哋有3個館，咁大家研究下啦。嗱，呢個就博文館，呢個表演表演藝術嘅。而家我哋做緊咩演唱會經濟啊？喂，博企間都做喎。咁我哋係咪要同佢有定位唔同咧？係咪規定所有博企唔俾做搬晒呢度先？嗱，當代美術而家我哋 MGM 又好，我哋呢個上葡京又好，經常有畢加索啊，又唔知邊個都有嘅喎，係啦。咁博物館、我哋有文化中心，我哋亦都有啲各個啊。其實呢3個館起咗之後，個經營、個客源、個營運點睇？我現實啲咧，即係如果按照依家仲係一個諮詢階段咧，我覺得喺我哋未諗得好清晰，或者係頭先講一啲營運啊，或者我哋將來嘅發展上面咧，冇一個太好遠景嘅藍圖嘅前提下面，我哋就貿然去用一個咁大嘅體量咧，其實可能係有啲風險嘅。咁係咪有冇條件？嗱，坦白講，以澳門嘅體量，其實可能就係一個博物館已經有冇條件已經包埋晒呢兩個功能咧？其實甚至係一啲 multi-function 去用咧，因為其實你話如果3個場館雖然好啊，咁啊大家定位唔同，因為始終每個場館起嘅方式為咗表演，你為咗展示嘅係有一啲，但係其實既然一個咁大嘅場地，嗱嗰兩個場地融入嚟，然後我將佢每一個場地做一個細緻嘅分化，能夠同佢有更好嘅功能，可能喺專門發展一嚿嘅時候都仲能夠容易啲。當然啦，佢嘅目標當然起碼1河2岸，但係坦白講，即係頭先就1河2岸個優勢係咪真係發揮得到咧？係咪可以做得到咧？或者一啲交通配套，或者係咪真係我去完博物館，我就即刻去下一個咧？睇下表演藝術。嗱，前提係同一時間3樣嘢都有一啲。吸引到人嘅嘢，人哋先會咁互動去。如果唔係，可能你咁樣走嚟走去，未必一個好啊。所以我個人意見就係
對於大方向嘅搞啲經濟嘅嘢啊，或者文化嘅嘢，或者關於經濟適度多元嘅，我覺得呢一個喺大方向上係同意嘅。但係可能係咪三大場館咧？定係我哋專心做好一個？原來有成效嘅，其實我哋留一啲土地儲備，慢慢再一個個做，係咪會一啖啖飯食會更加好咧？呢個我有個疑問。我又覺得有少少係政府有少少願景喺度嘅，因為你起咗啲場館咧，相信唔會係3-2年可以落成。咁起碼都係要有5年嘅時間，或者係有10零年嘅經營。咁然後做到個品牌出嚟咧，然後先至可以話吸引到一啲叫做唔同地區嘅市民嚟參觀。咁但係我哋亦都翻轉頭要睇一睇，其實做國博文化館咧，澳門有幾多藏品咧？我相信係好少，係唔可以支撐到一個叫做話一個文化館咁豐厚嘅嘢。你唔好話將澳門一啲叫做幾百年前葡國嘅嘢擺咗落去，或者澳門當地文化擺咗落去。咁但係呢啲藏品唔太多。我哋而家最驚係乜嘢咧？政府就好似上屆咁。做乜嘢咧？好似協和醫院咁，一個合作形式。咁你合作形式咧，你要揾對象、揾對口。冇錯。例如好似話國博文化館，你如果揾到北京故宮博物館嚟幫你做營運咧，嗱咁你就有少少信心。但係可以講去咗香港。嗱，唔係香港同澳門有唔同嘅產品啊嘛。咁其實嗱呢啲咁嘅情況咧，因為佢藏品多咧，佢其實每一年或者每一季咁可以調動一啲物品嚟澳門做展覽咧，咁有啲情況咧係比較吸引嘅。因為你喺澳門，我唔信你有邊間博物館或者係亞洲地區有邊個博物館係豐富得過故宮博物館。啱唔啱啊？如果佢肯嚟撐你嘅，我相信將來都會揾佢幫手嘅。因為你澳門真係冇呢方面嘅人才，同埋冇呢啲嘅產品，冇呢個藏品喺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有機會出路嚟嘅。咁但係係唔係咁樣就 OK 咧？咁樣，因為我睇見而家3個館咧，其實都好相似。一個國博文化館，一個當代美術館，一個國際表演藝術中心。其實你話文化產業分散去幾個地方，你點樣去定位先？啱唔啱啊？當代美術館係咪講一啲現代化嘅藝術，例如好似啲油畫啊，或者啲嗰啲其他新興嘅一啲叫做繪畫藝術啊，或者其他表演項目咧？嗱，呢3個其實就係好相似嘅。點樣去定位，其實都要考一個比較好嘅思維先得。但係我見到佢而家諮詢期之中咧，其實佢好多資料係唔俾到我哋，我哋都好模糊，就係話你叫我諮詢咧，俾40日俾我哋，或者40幾日。喂，我連個圖睇好靚。但係入邊你諗深一層，原來佢要經好多樣嘢喎。交通啦、投資啦、金額啦、未來嘅發展前景啦、藏品喺邊度嚟啦、技術人員喺邊度培養出嚟啦，喂，全部一粒都冇嘅喎。咁你點啊？即係概念嚟，概念股嚟，唔係有好似元宇宙咁有概念啊？咁啊搞到今時今日都未見有咩落地嘅喎。我又覺得有啲嘢真係可以。咁但係另外一個睇法喎，哇！睇到呢個館，我哋澳門真係走適度多元，好多後生仔表演事又好藝術嘢。我哋而家就話大灣區講啦，今次全運會辦得好成功啊！咁全運會好多人落嚟喎，我哋乒乓波啊，或者打咗嗰陣好多人嚟喎。咁其實代入呢個係咪又可以嗰個人流或者幾多方面就三地合作咧？我覺得咧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由今次嘅全運會，我諗澳門唔能夠缺位嘅，因為坦白講，我哋有我哋嘅特色優勢，我哋有中西文化，我哋有嘅中葡平台，呢樣嘢係應該要發揮得到嘅。然後我哋要同人哋有錯位嘅發展，但係同時你話點樣去結合咧？我哋而家最近嘅一個係珠海啊，嚟緊可能橫琴亦都起咗一啲嘅場館，同香港坦白講，我哋呢幾個地方依家嘅嗰個交流，就算遠到你去深圳好、廣州好，都係2個鐘、3個鐘車嘅事。其實我哋點樣去聯動去做，令到我哋呢個大灣區成為人哋將來諗起要搞呢一啲藝術嘅展，或者係有一啲嘅嘢就會嚟呢度咧。嗱，呢個我諗暫時我比較未有一個咁嘅概念，人哋嚟都會覺得澳門嚟賭錢啦，香港去做其他嘢啦。咁我諗，所以我哋要諗下，我哋同時喺自己嘅發展入邊，我要同人哋有錯位發展。我哋周邊做緊嘅嘢，可能係咪我哋做嘅一模一樣就能夠吸引到人咧？就有個群族效應咧。嗱，所以我諗呢一個真係要清晰搞，我哋要互補，而唔係互相去競爭呢。同埋我有個少少補充咧，我哋而家政府咧真係有好多宏圖喺度，因為見到呢幾個場館之外咧，啱啱算呢2日咧又講嗰個咩經濟科學館啊，咩嗰啲咁嘅科學園啲咁嘅嘢。其實我覺得咧，澳門真係藐視功能大。但係你有冇咁嘅人才，有冇咁多功能去做呢樣嘢咧？或者你係咪應該分階段去做，一步步落位咧？就如果全部都一齊做嘅時候，你澳門得嗰幾廿萬人口，咁好大情況上你話就業係多咗機會嘅，但係好大情況亦都靠咗唔同地方嘅人嚟支援。咁你個效果其實係咪培養本地人才啊？抑或係希望將呢個成為一個全國嘅點？我所有有藝術嘅人，有技術表演嘅團體都嚟到澳門咧咁樣。如果咁嘅效果咧，你做到 OK 嘅，但係環顧大灣區，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場館咧，其實競爭都好大。冇錯，係咪一定要嚟澳門咧？啱唔啱啊？你深圳大把，
你而家廣州大把係嘛？甚至你話近啲嘅香港都有。咁大家競爭好激烈嘅時候，如果你話真係要做一個聯動嘅，冇問題。你去完呢度做展覽，到我呢度做，邊個行頭啊？如果行頭嗰多人睇，行尾嗰冇人嚟嘅喎，咁點搞先？係咪啊？咁呢個都要大家思考嘅呢樣嘢。係啊，咁最後總結嚟講咧，係咪如果確保真係要做？首先就資料要俾多啲我哋啦，係啊，正常係嘛？正常你講係咪同國即係講中央嗰啲？你俾個底牌我睇下，原來有個吸收俾嘅，俾做你嘅，起碼俾多啲資料。咁最主要就話願景點樣先？究竟我哋個互補嘅定位係點樣咧？可唔可以做最大化，吸唔吸引到人咧？係咪咧？咁另外就話營運學你正話所講，點樣揾到一個政府財政款啦文化品質嘅營運模式呢個真係好考功夫㗎。呢個好考功夫。如果唔係你政府泵錢就做唔到效果㗎咯。好啦，最後就話，你哋正話講嗰個啱啦，交通便咧，梗係跨海交通嘅問題啦，都提高可訪問性嗰度客戶會，即係點啊可訪嘛？即係我點去啊？睇下先啊！而家坐的士都難，我點去啊？真係你由的士由嗰個點去翻到去控制個點，分分鐘收你70-80蚊㗎。我諗最主要都要聽下大家嘅市場聆聽啊，聽下我哋真實嘅決策、真實嘅聆聽先得啦。好啦，咁啊，我哋呢一節咧又好開心啊！即係大家好熱烈。咁下一次咧，我哋又傾下我哋今次施政報告喺出年咧文化局文體合併嘅情況。我哋下一次再見。好，翻嚟我哋第二節嘅時間，第二節講咩咧？就施政報告咧，已經出咗啦。咁2026年咧，大家好關心嗰啲又有惠民政策啊、派錢咧，保持亦都有優化添。咁啊，大家都開心嘅。咁啊，呢方面咧，我哋就唔講啦。咁啊，我講下啲其他嘅嘢。你話600萬嘅其他啲買樓嗰啲，我哋唔講啦。因為我哋咧就體育同文化。咁啊，其實體育文化咧，我哋體育界嘅人士咧，其實舊年即係今年咧，其實年頭到而家咧，已經大家都喺度傾緊，究竟文化同體育局兩個會唔會合併咧？終於揭盅出爐啦！咁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講到咧，出年咧嗱，我哋睇睇究竟佢話乜嘢咧？咁啊，今年嘅施政報告重點嘅就係鋭意改革
提效能啊，最緊要提效能呢樣嘢。然之後聚力攻堅速多元，即係話提效能同埋速多元。好啦，咁啊當然好多嘢啦，有啦，其中一樣咧就係重整我哋嘅部門架構。咁啊呢個其中一個我哋改革嘅篇章嚟嘅。咁改革嘅時候咧，佢有呢樣嘢咧就係話咧，佢咧而家就話個大方向係乜嘢咧？希望能夠深化我哋公共行政改革，然之後提升特區嘅治理效能，然之後深入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咁佢對呢個咧就好多部門嘅，咁啊轄下部門啦，行政、財政、輔助廳啊、輔助工作改為統一由政府部門提供支援。咁即係好多即係歸一啦。咁另外重整市政署喎，佢嘅公職咧就分別歸撥翻公共建設局同埋土地公務啊。嗱呢個其實之前都試過嘅，之前有時咧有啲民康嗰啲咧歸翻去體育局啊、文化局咁樣。個市政署都拆過多次。嗰陣時拆過好多次嘅都話，我今次地積局嗰啲又做啦，歸翻入去公務局啦，咁啊唔使，咁啊都啱嘅。其實就係話，我覺得就話，然之後明確土地局好啦，其他嘅科技嗰啲等消費會委員會啊、科技嗰啲，好啦唔講啦，我哋重點講咩咧？合併文化局、文化發展基金同埋體育局，然之後咧個最主要咧就審視嗰啲公共部門咧喺內部架構，形成精簡架構，優化職能，提高運作效率。嗱，我哋根據呢個講佢所講咧，就係話我哋就係點樣簡，即係話簡化個架構。然之後優化職能，提高效率。嗱，我哋先睇睇呢兩個局，究竟佢而家嘅職能同埋個架構係同唔同嘅先？有冇差異化，或者有邊啲係相同嘅地方先？嗱，我哋根據新聞局嗰個，根據啲嘢，我哋有來源嘅。根據新聞局咧，又話體育局嗰個職能咧就指導、鼓勵、協助同埋推動體育運動，協力為體育發展創造必要嘅條件，協調體育社團實體之間嘅關係。嗱，呢個體育局嘅職能，好啦，文化局嘅職能咧就係執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領域所制定嘅整體目標。嗱，呢個職能咧，我就眼睇咧就好似唔知邊啲可以協同得到啊！我唔知啊，大家傾傾。好啦，咁啊再睇啦架構咯喎。嗱，架構我哋睇睇呢兩個架構。嗱，體育局嘅架構咧就有5廳11處。而我哋文化局咧就有8廳16處3間學校添，犀利啊！原來文化局原來咁大嘅，好犀利嘅。演藝學校啊，演藝學校啊等等啦，佢有呢個咩啦？就係舞蹈學校啦，嚇又演藝學校等等嘅。嗱，我哋睇睇喎，體育局有啲咩可以協同啦？譬如上面行政、組織行政、組織研究、財政、財產廳。嗱呢邊就係啦，又組織行政就財政。就編輯、就諮詢、財政署、人力資源，似乎呢啲好似比較相通啲啦。我哋睇睇啦，相通嘅啲啦，就比較呢啲咧好似相通啲啦。我就覺得相通啲。好啦，睇呢度咯，睇睇其他嘅處咯。似乎體育發展、運動培訓、體育設施、駕臨披治大賽車大賽車大活動，然之後體育社團、大眾體育運動員培訓、體育設施。特別針都係睇活動咯，嗱呢啲係體育嘅嘢嚟喎。好啊，呢邊嗰啲處咧有乜嘢咧？文化廳、文化遺產，然之後文化制定，所以圖書館文化活動、文娛活動、演藝文化中心，然之後就係都係呢啲話體育嘅文化嘅嘢，跟住就係學校。好啦，呢一紮咧似乎就係功能嘅，呢啲係功能性嘅、執行性嘅嘢。咁似乎咧。可以嘅嘢咧，就呢啲可以合併啦。咁啊，當然啦，而家我哋體育局有一個代局長，有個副局長，呢邊有個局長，兩個副局長。咁啊，將來會唔會就話呢度會減少啲咧？咁即係呢度一個局長，嗰個一個副局合併咗啦。咁啊，會係咁咧？咁啊，但係唔係喎？你諮詢嘅時候。我哋你有冇記得唔會減省喎？我記得人手唔會減省，但係你嗰啲所謂叫做兩個合併，冇可能有兩個雙局長喺度噶嘛？係啦，啱唔啱？唔好話一個叫執行局長，一個叫做咩政策局長咁樣分唔開嘅。好啊，最後1+1究竟等於幾多咧 ？OK， 我哋探討一下啦。咁而家兩個局
我未謝收看完啊，未住啊，我哋未傾完啊，未傾完。好啦，呢兩個局喺剛才嚟講喺職能裏邊，同埋喺架構裏邊，同埋你覺得有咩效益？我諗過去咧，嗱，首先我哋點解嗱？因為好多人都話，梗係得啦，點解唔得啊？香港都文體旅3個合埋添啦。我正係想提呢一樣嘢，其實過去咧呢啲局咧，佢哋可能係一個專業性咧，但係澳門點解會咁多局咧？就係我哋每一個範疇其實可能喺一啲好專門嘅一啲事情上面咧，佢係有一個特別專業添。譬如話以前有文化嘅專業，有體育嘅專業，大家發展嘅方向唔一樣嘅時候咧，可能唔同嘅局真係有利咧去做呢個方向發展。但係其實我哋睇翻近年，無論係我哋從公共行政改革，我哋希望例如話將一啲職能性相通嘅嘢，起碼頭先咧方生都提到，我哋喺啲行政上嘅嘢，好多嘢其實真係可以去減省咗，唔需要一人一套啊。因為兩個局就一定有兩套唔同嘅財政，但係其實財政嘅嘢，你計體育同計文化，即係計個內容涵唔一樣啫，計都係計嗰啲數嘅。其實咁所以最後喺呢啲上面咧，一定係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效果。但係另一個方面就係頭先你提啦，文體旅，我諗近年我哋嘅體育同文化咧，由以前嘅一個可能純粹係講緊燒錢嘅年代咧，依家諗下，喂，唔係想淨係燒錢喎，我想喺文化體育度係啦，我能夠透過體育嘅盛事活動，能夠透過呢啲嘢可以有個產業出嚟。文化頭先我哋上一節提到，我哋係咪可以將文化都升華為成一個職能項目？將來可能呢兩個合併嘅更大嘅原因就係我哋要將呢啲嘢同埋我哋嘅成個嘅經濟產業係要合埋一齊。佢哋唔係純粹一個好專業化，淨係我點樣去提升澳門嘅體育，提升澳門嘅文化，更加係要從另一個角度咧，就係我哋透過我哋依家嘅體育文化發展咗咁多年之後，有一定嘅基礎，我哋點對接翻我哋嘅產業，對接翻我哋嘅旅遊，令到呢兩個成為我哋漂亮嘅名片，可以吸引更多人嚟咧。我諗呢個新嘅局，如果將來係要諗嘅，更多係諗呢個方面。而你話職能上嘅嘢，有啲我哋融合唔到嘅，可能都係透過分工或者係透過一啲因為始終人員喺呢一刻唔會變噶嘛。咁將來只不過喺個領導上面，可能將來係咪一個局長下面有3個唔同嘅副局，咁3個唔同副局咧，一個就管行政嘅，一個就管體育嘅，一個就管文化嘅。其實可能喺成個效率上面咧，比以前更快，因為可能大家係同一條線，甚至兩個局之間嘅一啲共通嘅嘢咧，可以合作文化體育同文化嘅嘢，正如我哋都可以一齊攞嚟討論一樣，將來有更大效益。所以要做到1+1大於2咧，其實可能喺功夫上面就係我哋要打散佢。我哋唔可以諗下我哋點將兩樣嘢合埋之後咧，做埋以前一模一樣嘅嘢，其實就唔會1+1大於2，因為最後其實你啲人係一樣，你個體制你要成個體制改，你要將個目標方向去適合翻我哋呢個時代，能夠真係做到1+1大於2嘅，一定要係兩個都要發揮優勢，然後揾到佢哋互補嘅地方之餘，甚至有啲新嘅項目能夠發揮好兩個，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啦。呢個我嘅意見。同你傾嗱，我哋有體育之城，然之後演藝之都啊，咁你體育好多時而家爬龍舟，亦都有啲文創嘅嘢出邊。大賽車亦都有文創。而家即係話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咧我哋就文體就需要合併咧，所以喺個營運運作嗰方面咧會有優勢咧，同埋個決策上面會唔會就唔會各自為政咧？點解？我覺得而家我哋澳門咧60幾萬人口之中，你有70幾個局咧，咁真係比對其他一啲政府部門咧，咁的確係有少少膨脹嘅。因為呢個咧亦都唔係話壞事，即係好似頭先阿峰所講，我哋專職專做，咁可能咧就個效果更靚仔，係咪啊？我哋如果做體育嘅，我哋就專責一班體育人才去做；做文化嘅，我哋做藝術嘅，我哋就專班人去做。咁但係咧嗰個開支其實都唔細嘅。咁大家睇一睇咧，我哋公務員嘅薪酬咧都去到200幾億嘅。咁你話佔咗我哋財政開支都2成幾到3成啊，包括一啲退休嘅公務員啊、薪酬啊或者現職嗰啲咁樣，加埋都唔少。咁所以你比對翻國家而家一個叫做大部制嘅情況之下咧，你好難你唔跟中央嘅政策，或者係你將嗰個所謂叫做行政架構咧縮減。因為點解咧？除咗呢個簡化行政效率之外咧，咁其實亦都對比一啲其他開支咧係會減少咗嘅。咁當然啦，你話減少咗係咪一件好事咧？咁樣咁當然啦，你話咩部門都可以合併嘅，其實冇問題嘅。任何部門我心目中嚟講係個個部門都合併，點解個個部門都可以合併？合併咗之咪你有你做，佢有佢做嗰個飯咯，冇問題㗎，都係有翻保留去。咁即係功能嗰部分嘅啫喎。嗱，功能嗰啲你因為你而家個好多情況上邊咧，頭先阿峰都講過，我哋行政財政部門咧，啲基本上係冇問題嘅。
大家可以合併，因為點解？嗱呢啲可以入併啦，計數嘅嘢、人事嘅嘢，其實一理通百理明，個個部門都一樣嘅，可以互通啦，冇問題嘅。咁另外咧，我哋而家睇佢嘅情況咧，將來結合咗之後咧，佢未必係5廳11處，可能佢都或者可能去9廳十幾處，或者點情況？因為點解咧？佢會將某啲功能咧縮減為一個廳做，然後廳下邊咧就可能有1個處或者2個處。例如好似乜嘢啊？我哋而家將印務局一拼咗入去法務局之後，印務局就降咗格變咗做處長，處長嘅單位已經唔係局啦。咁變咗佢又可以做到咁嘅功能。咁你話得唔得咧？冇話唔得嘅。咁當然你話合併咗之後，第一樣嘢我哋要關注嘅係乜嘢咧？除咗佢架構係簡單咗之外，希望提高行政效率。但係最重要嘅喺人員方面，你都要保留翻一定嘅實力、一定嘅人數喺度做嘢。因為始終咧，你兩個部門合併咗之後咧，佢越嚟越多功能咧係黐埋一齊。咁你係分得好清啊，因為大家撈亂嚟做咧咁樣。如果撈亂嚟做嘅時候，大家可能有唔同嘅職責，有啲係做開體育，對文化方面唔認識嘅，可能佢要經過一段時間，然後先能夠適應。咁呢個適應期咧係有一段時間。咁所以大家都要喺政府方面咧都要關心下啲公務員點樣一齊合併。合併咗之後，你點樣分好個功能去做嘢？我相信公務員係有條件可以提升佢嘅服務質素同埋個水平，只要你有一個合理嘅機制俾佢去發揮。我唔相信而家嘅公務員係個個怕做嘢，我唔相信呢樣嘢，因為大部分而家後生入去咧都非常之薄，希望都係有機會喺短期之內出人頭地或者做處長、做廳長，呢啲係個個年青人嘅心態。反而而家我哋覺得有啲坐響度做啲顧問高記咧，有啲真係壓住個位喺度騰食糧嗰啲咧，我覺得而家即係講話公務員文化咧，亦都唔係好適合，大家都要適應個朝代去改革，咁先係好事。咁所以你話改革合併，我又有個問題喺度啦。佢而家文化同體育合併，我哋而家嘅政策咧就係體育加旅遊。咁點解體育唔同旅遊合併咧？咁樣就點樣文化同旅遊合併咧？文化又加旅遊喎，其實旅遊可以加任何嘢。其實個結論咧就係我哋都有探討過，個核心就係因為咧過去嘅旅遊局係喺社民司下面，其實前幾年咧就走咗去隔離，因為咧阿黃司有解釋過嘅，黃司長啊，佢就話又話咧依家呢個旅遊局咧係賺錢嘢嚟嘅，我哋嗰啲係用錢部門咧，呢個係賺錢部門，所以就歸咗經濟類。其實呢樣嘢喺體制上面咧，可能亦都有個局限。如果即係坦白講，我哋回歸翻，如果幾年前如果冇做呢個決定，可能佢真係文體類一齊搞嘅。咁但係而家都要賺錢嘅喎，而家我哋個方向。咁但係因為體育產業、文化產業，我哋除咗呢個合併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比對翻其他地方。我哋國家而家做大部制之中咧，你話文體類係一個部門，係啊，但係佢下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工喺度。例如佢要話一個部門嘅部長，呢個係部長，佢仲有副部長有好多個，跟住有助理部長，有秘書長。你睇香港嘅文體類一個部門，佢亦都有一個叫常任秘書長，跟住有啲其他嘅即係副秘書長啊，或者係其他秘書嘅部門。咁其實呢啲咧，等於一啲代廳長或者係代副局長嘅嗰個職位，去 handle 翻每一樣佢自己範疇嘅嘢。咁其實都係分緊。喂，其實如果咁樣講，我覺得變咗，我哋如果其實合併個關鍵就係話呢兩個局個上邊嗰個人嘅問題嘅啫喎。呢個人，但係而家就其實就話要協調嘅，而家就係佢除咗寫文司啊嘛，聽日就要去施政啦。我相信都好多人會關心呢件事。譬如寫文司，咁而家即係寫文司，即係話佢而家將呢個責任咧，俾咗呢個兩局嘅司頭先有啲嘢講得啱，因為點解咧？而家唔同司長範疇管轄咧，你要將兩個司入邊嘅部門合併咧，其實有一定嘅。即係講話有一定嘅難度。啱，而家同一個司嘅啫喎。而家同一個司就比較易做啦，因為點解咧？大家部門入邊自己調動嘅人手好容易，因為佢話明第一樣嘢，佢唔會裁減人手嘅，佢只不過係將佢合併功能合併，希望做好啲、做強啲嘅啫。咁如果你話之前旅遊局，而家仲喺文化局或者文化範疇其他範疇咧，咁其實都可以諗住點合併。不過有一個情況就係過渡期一定辛苦，辛苦完之後咧，可能有一片藍天出嚟係好現象。咁但係而家你咁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有啲睇法咧，就係話你減咗一啲叫做局長、廳長或者處長嘅位，咁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一個合併，我哋仲要講公務員嗰個所謂叫職程，你都要更改。因為點解一個局長而家收翻你咁嘅人工，我要管兩個局咧？係咯，嗱咁係辛苦咗好多嘅。有啲未必個個係專才，當然係通才管理就係一個管理模式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係啲部門合併咗變為一個大部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覺得公務員嘅職程咧，亦都需要分開嚟改。因為點解咧？而家領導及主管階層嘅職程咧，同我哋一啲顧問、高級技術員嘅職程咧，薪酬唔差得幾遠。所以你見以前特首所講咧，即係上一屆特首講，我想揾人做處長、廳長都冇人做。點解啊？如果我做顧問高技去到最高個巴，我收735點，
我做個處長收770，仲多過佢。我又冇 OT， 係我又要冇時間限制，但係我顧問高技唔同喎，我如果去到735 OT 就照收 OT， 係咪啊？我又唔使按 call。咁變咗好多人即係如果做到嗰個環境咧，我梗係唔想做處長。其實我好同意阿郭 Sir 講嘅，所以咧我哋今次係呢一個部門整合咧，唔能夠單從呢兩個傾。其實頭先一開頭阿方 Sir 都有介紹過，其實今次係好多個部門之餘，其實我哋係做咗一個新嘅法律咧，係講緊唔同嘅部門嘅職能，例如個部門嘅依家今次係改革嘅就係佢哋係個部門嘅人員係幾多，就有幾多個局長，有幾多個副局，其實係要配翻，因為呢個亦都係適應，就係頭先講啦，有啲局長咧人就覺得哇原來咧就好相對舒服嘅，有啲好辛苦嘅。我諗咧雖然唔係話全部部門都能夠即係從人數去對比咧，但係起碼個規模上面將來譬如呢兩個局加埋，佢將來去到某一個範疇嘅時候，其實佢就可以設幾多局、幾多廳、幾多處，其實就可以按翻職能去分翻嘅時候咧，理論上就將各個部門嘅局長或者唔同嘅範疇能夠更好咁去配合，而唔係話我呢個局咧就辛苦啲爭取到老闆資源咧就攞多幾個廳長處長。其實我諗呢一個係要成個體制去處理，唔係單一，因為如果單一從一個去傾咧，可能就唔係咁理想。其實而家改呢個職能部門咧，我哋有少少意見就係話，之前嗰幾年咧，因為經濟環境比較好啦，我哋見到即部門嘅膨脹同埋一個叫做擴分散咧，係做得好咩嘅。例如好似喺某上兩任特首嘅時代，其實我哋冇咁多局嘅，後尾又開咗好多啲所謂叫咩中心啲辦公室做下咧，就跟住變咗係一個嗰啲咁嘅情況，因為經濟好啊嘛，咁其實冇乜所謂嘅，政府都係希望做好啲，為市民提供服務。但係與你越嚟越膨脹嘅時候咧，到你個經濟唔好嘅時候咧，你就覺得有壓力。而家同埋咧，而家國家亦都係精簡緊我哋嗰啲所謂叫行政架構。咁你澳門無可能避免就係乜嘢嘅，一定要合併。仲有一樣嘢關於咧，就係其實呢個部門合併咧，除咗係講緊職能點樣發揮更好咧，就係其實過去澳門成日都發生一件事，我哋成日都針對啲政府部門就係跨部門嘅合作咧好困難。就算同一個司唔同局長。我管嘢唔同嘅，你體育局想同我文化局合作啊？我唔關我事，我唔搞文化嘢㗎。將來咧，唔好意思啦，冇呢件事啦，因為大家咧係同一個局長管咧，咁就會有一個咁嘅好處。同埋頭先大家都會擔心，坦白講，我之前都會擔心，會唔會呢兩個局可能喺個屬性上同頭先一啲唔係咁合嘅時候，會唔會難處理咧？咁我哋又有一啲參考例子，唔係冇㗎。例如話，我哋睇翻市政處，咁市政處咧，亦就係一個好多唔同完全唔同職能嘅部門合埋一齊係一個例子。市政處都俾人開緊刀。嗱，所以咧呢個係咪先？我覺得呢個世界就點樣去做好分嘅？市政處依家佢將一啲職能理順翻，該係比較同佢符合嘅就放翻落去。而將來喺呢啲分判就頭先阿郭 Sir 提，其實就冇話咩部門合埋嘅。你睇翻其實現實講內地好香港好，有啲真係你覺得根本唔關事嘅勞福當然你話唔話譬如今日勞福局青年嘅都係合埋一齊嘅。其實佢而家國外係好將佢做得好大嘅。你好似話社會福利、勞工嗰啲可以黐埋一齊嘅。咁其實都係做翻相同嘅嘢，但係只係將佢合埋一個局。有個副局長係專責做呢啲嘢，有個廳係專負責做呢啲嘢，其實冇難度嘅。咁反而咧，我就見到咧，而家政府上邊一改組之後咧，有少少係比較 hurt 嘅情況。邊方面乜嘢咧？例如好似話做開局長嗰批，如果你真係選擇唔到，或者俾上級唔係話即係委任做翻局長咧，其實跌翻落嚟咧，能夠安撫翻呢班人咧，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因為點解咧？呢班人曾經都響某一個部門咧做過領導嘅，咁但係如果你落翻嚟乜嘢位置都安排唔到俾佢做個顧問高技，或者調去第二個部門咧，嗱對呢啲人嚟講咧就係好即係比較係傷心。我諗人員嘅工作要安排，因為佢已經係服務咗政府咁多年，亦都曾經做過領導階層。如果你話安置得唔好，其實對一啲點講咧，一啲年紀唔大嘅50零歲鬆啲嘅有經驗嘅人咧，你其實係好大浪費咗佢。因為我今期睇嘅政府公佈咧，最簡單睇到一個邊個咧？某新聞局嘅局長俾人哋換咗之後咧，就走咗澳港視做董事。好啦，而家今期憲報出咧30年，拜拜，唔做啦，退休啦。咁你話係咪咁嘅情況？我哋就即係話肯放手俾一啲有經驗、年紀唔大嘅公務員去埋街咧？咁其實係好浪費人。喂，嗱就咁睇，即係如果今次合併，都可能有好多調動㗎咯喎！我哋政府應該要做好一個叫做後續嘅工作。我諗所有嘅無論嘅頭先講嘅部門嘅合併啊、拆分咧，其實人員嘅安排一定係首要嘅，因為你如果做緊呢啲事嘅人咧冇做好，將來坦白講會唔會我哋都擔心合咗之後當然有佢效益，但係個陣痛期嘅時候
對本來已經行緊嘅一啲體育啊文化事業，會唔會有一定嘅影響咧？例如批啲嘢明明已經批緊，哦原來換緊局喎，啊等一等先啦。嗱，我覺得希望唔好盡量要避免，但係我諗呢個係無可避免。同埋我想再探討多少少就係關於兩個局將來邊個行先咧？嗱，將來坦白講，總會有啲分別嘅。我覺得嗱，究竟係文化重啲定係體育重啲咧？嗱，咁依家睇個架構咧。好似文化嗰個大件咁，但係體育又近年好緊要喎。嗱，我哋全運會啱啱有做嘢喎。而家全運會之後，可能仲有機會做奧運。嗱，其實咧，將來咧，我諗即係大家1+1，我相信各位都覺得我係大過2嘅咧。做得好就係可以嘅。某情況上一定大過2，例如好似話資源上邊或者係財政方面，一定係俾兩個局分開嚟做。係一定優勝好多，係咪啊？但係人員嗰方面亦都係加強咗好多。但係你點樣引導翻啲工作人員做好佢嘅工作，喺合併之後發揮佢嘅功能咧？呢個政府要有到。係啦，冇錯，時間係差唔多啦，即係你越傾下又到咗時間。咁其實咧就係話自從全運會我哋大灣區合作過咧，我哋3地嘅聯通，我諗將來融合咗大灣區嘅時候，無論文化、體育都好咧，都係好多動作。好多嘢要做㗎啦，咁啊，所以希望佢哋咧呢兩個局合埋之後咧就更加好。好，咁亦都今日咧亦都非常多謝公務人員體育會會長郭萬金先生，多謝，同埋聚賢同修協會副理事長高岸峰先生同我哋今日傾偈嘅。咁我哋非常好，下一次同樣節目時間咧，我哋係睇周論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